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煞咧，啊！你顶一日甲我讲个代志，我拢三无赞啦。啊！你叫我去甲明通啊分财产哦，啊明通啊一声就答应你。啊你讲，细声伊啦。哦，迄是误会，我误会张大爷啦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。完了，哦误会哦，安尼我知哦，这就也是叫你做哦。哎呦，秋啊，你搁巧呢！伊搁讲吼，这原来计划哦上好啊，啊莫改啦。干嘛呢？哎，毋是安尼，无你会用安怎啊？当你的头壳哦，戆头戆脑，若要甲秋大爷比哦，较长的呢。好好，这个高头吼，唔知都要变什么梦了哦。哎呀，你吼，唔通乌白怀疑人啊！人拢嘛为着我，无啦，是为着咱好啊。啊，佮讲哦，计划哦，都一步啊慢慢的来哦。好，好，明通，明通啊，明通，你是安怎啦？明通，我是你的某囝，你若有心事，你毋着讲出来，互我知影，互我甲你斗担当啊。甲你讲无啦，你搁讲无？你昨暗咧啉甲水茫茫，你去倒啉啦？明通，你是毋是真是去算命？甲你讲无啦，你著言讲我啉甲水茫茫啊，我讲的话你搁要相信哦？你若遮啰嗦啦，搁要出来办这代志，遮啰嗦，我要哪有心情啊？你无心情，就是因为你有心事啊。明通，你敢知影？你即摆对我足歹。好啦，你若无爱讲，我下摆就莫甲你问啊。啊，毋过，请你相信，我是你的家后，无论安怎，我绝对袂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你莫想遮尔啊多啦，我会叫你莫来店的管，迄是因为我无管哪会用的，即马店的生意遮尔歹，我店要死阁有交代。我即马若放下落手，我有无管店的，我有迄个责任啊！我叫你莫管就莫管，你是听无听噶？人讲你是家都未天上心，我就偏偏我爱相信。我做人才会苦心，你是了解也无了解哈？安尼你欢喜无？李白，唔得啊！李姐，你来那前拄好，我拄有代志要找你。你也要找我有代志？敢讲你有代志要找我者？你先讲。
我认为即摆是分财产上好的时阵，客我拢已经写好势啊，只要你签字就会用哩。要分啥个啦？我无爱分啊。李姐，你若如果欺骗我，无啊，我看你若我咧冤金又济，我心内足艰苦的咧。啊，这其实哦，恒通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莫生气哦。什么代志？遐都我顶日哦带你去相命，啊你相命咪根本这都拢唔捌啦，啊这拢全部就阿四安排。李姐，你讲什么？这全部计划拢就阿四，目的要恁翁仔我分开的。就阿四，这是什么好朋友？我绝对不帮你耍。别讲啊，别姐，哎呀，我是讲唔对的，啊是，树王啊，话来讲老狗，拢是阿小做对头的，明通啊做梦里，我嘛想袂到。朋友的感情哦，放水流的，阿是阿是甲搁真熬头，依山倒海是异常熬。你这是什么朋友？我要怕你死！我这企喺路歹啊！哦，根本就唔是人，我跟你拼，卖救，卖搞我啦！我请我什么的对谈，你根本就唔是人！我唔是，我对不起你这朋友，我真该死。你怕？你做你怕？你讲，你是哪边个做？我袂晓讲，要不我即摆安尼做，我完全是要向你赔罪。你安怎对待我，我绝对拢无半句怨言。好，你爱我拍你，我拍你。你叫你唔对啦，别个怕啦！你唔对就使事，太死人就唔对就来尊重我先。你莫太死人啦！你比太死人还有，比太死人还多，笑啦，笑啦！给你啦，你莫怕啦，你去啦！别做个歹人啦！你也莫甲我炸，拍甲伊欢喜，拍甲伊而且，是讲拍死我，我也袂去怪。像这个一面比比刚才像你敢拍死不人会同情你，我干嘛干嘛了？梁总啊，莫啦，别怕啦！老师，我对不起，我才真该死。你确实是真该死。梁总啊，你是咧安怎啦？你真是要甲泡死是无？梁总，莫啊啦！少年，你对无爽快是？你莫生气啦，我赶紧转来就替我，吼，你莫生气啦。无啦，我毋是咧生气啦，林通，我本来一直感觉要变白起来，林通啊，伊都有啉唔对，好啊啦，莫甲拍，来转好唔好？转来。是话是，今日我就原谅你，若搁有后边，我绝对无帮你耍。走，你好看哈，等你。好，我快了。到底是什么大问题？爱甲人拍甲安尼？阿四，不要给我，啊！
这大爷，你有安怎无啦？哎呦，你有安怎无啦？好，到。快快，紧！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打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底雨，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恭喜哦，陈大爷，夫人有心啊啦！有心啊，少爷，你真是的，你放心，我开两只安胎药做医院啊。你对我来，哎，恭喜少爷、少奶奶呢，谁先啊？来啊，对我来。足欢喜啊！我马上就要做阿爹啊！真是，真多谢你。这个囡仔一定会咱安好，真幸福甲快乐。就你，我真对不住你。你看你安尼，等下你碰下来会叫笑死。袂用的，你等听我话讲完了，我才要去。我的心肝内嘛才会较轻松。就你，过去我真对不住你，我对你三心五意，听人黑白讲。为即摆开始，我绝对不爱听人黑白讲，我要好好疼惜你。还有咱的囡仔，搁再，我一定要将单机好好甲经营起来。我相信我会红生，我会支持你，我要互你将单机事业做甲比以前搁较发达，搁较旺。紧倒啦。哎呀，没有啦。恁看是看袂饱呀？是啊，我今仔请恁来哦，是专工要请恁的。我是叫厨房大师傅煮的呢，专工要请恁讲来啉嘛，啉嘛。对，来，咱来祝福伊，互拍甲老伙老弟啦，吼。你哦，还阁好意思讲，你实在有够好道的，哪会走去甲明通讲啊？你看，伊互人拍安尼，迄拢嘛你害的。我嘛家己莫名其妙呢，我著看人仔某伫咧冤家娘者吼，不忍心啦。哎呦，你实在老好道啊！等因翁仔某冤家，正是咱的计划目的。安尼互你愈一个规计划拢无煞煞啦。好啊，过去就已经过去啊，但你讲这是要创啥？来，用啊，免客气啦，用啦。是我你啊，你也毋免搁伫咧道歉啊啦。讲遮伫咧讲哦，我就会互伊拍哦，无你甲颠倒好做代志。当你真是咧讲啥，我听甲无煞煞啦，互站、互拍、互欺负的是你呢？你拢无得手哦，我心内是偌艰苦咧。我知，你想讲做这件代志，对你的良心袂得过，你后悔，对毋对？我这个人会后悔哦。你无听人咧讲，人讲君子报仇吼，3年还阁袂晚。小，我你吃，来，我家己来啦。做小呢，我以后一个去吃。有点细哩哦。我伫咧想哦，囡仔若出世了后，迄少爷哦，唔知是有偌欢喜的。什么叫伊欢喜尔？我嘛是足欢喜啊！你当然嘛是欢喜啊！唉，这间厝吼，应该有一个囡仔来留咧一下。较早老爷甲夫人伫的时阵，虽然我无定定讲话，也毋过吼，拢感觉这间厝安尼热热乎乎啦。即摆若阁有一个囡仔吼，安尼一定介自然啦。这个囡仔是
在是真无福气。假使讲伊若较早出世，伊就有阿公阿嬷通好疼。安尼，你毋是一直想要抱孙，你要有孙啊？你来甲阮放来做你去。小奶奶，是我咪放的哦，我搞的啦！你搁惹小奶奶伤心，是我某啊。是啥物人遮小奶奶咧伤心啊？小爷是我啦，是我讲唔对话。到底是安怎？无啦，阿土，我感觉咱这个囡仔真无福气。假使伊若较早出世，阿爹甲阿娘就见会着，就有阿公阿嬷通好疼。我想着阿爹阿娘，就唔甘。是为着安尼啊？来，紧倒来休困，唔好冻着胎气哈。袂啦，恁两个今日是安怎啦？一时仔叫人倒咧，食物件搁着用饲的，你是安怎？当作我破病人，还是3岁囡仔？安尼我袂惯死啦。李芳诶，我无怪你啦，我甲你讲算笑诶，无原来真暗啊，你去休困，小奶奶我照顾就会用诶。是。啊，小等，以后你是我若无伫厝诶时阵，你照顾小奶奶，爱特别较细腻就知影。少爷，这你放心，我咪芳的哦，我会当对天就抓。我照顾阮小奶奶，一定会照顾我亲像西太后的老父爷同款。我哦，寸步不离，专讲好噶。一定自然啊，自然，安尼会用的少爷。会用诶，你紧去休困啊。自然啊，自然啊。林彤，我即马感觉吼，你比阿娘吼，搁较杂念哦，敢若迄个杂念大家咧。我即摆吼，不只是你的翁婿，阁是要照顾你的十念大家。哦，对啦，为今日开始，每工除了正常的3顿以外，我爱3顿点心才用。哇，安怎？你当作你甲我饲猪母啊？你无听人讲，一个人食，2个人补，搁较算嘛会好啊？啊，无得较一个人食，3个人补嘛无一定啊。啥个哦？你哦，你是想要讲叫我一届甲你生一宿哦？啊，毋过我会记，为明仔载开始，不准你搁去店的哦。你莫误会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等囡仔生落来了后，单机就完全交予你，我听你吩咐就会用的啊，安尼好。我才不爱吵你咧。倒位找解脱秘密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后面这两我多放在地里。你家怎么烫的呀？是，我这包好的咧。啊，这拢装好啊！你甲放在家顶，下晡会给你送出去哈。好。阿姨，我要去要糖仔吃。哎呦喂呀，你安尼哦，食到你肥姐啊，啊，搁要食。恁阿娘有交代吼，讲袂使我袂食四秀啊，会甲骂哦。骂人？骂你还是骂我？有可能骂你，当然嘛是骂我。骂我？安尼你无做？爷，无啦，下饭啊！你阿娘爱累啦，唔通骂你下饭啊！阿良啊，阿基啊，恁弟弟拢爱廿面快回甲菜掉去。哦。啊，着请一台车去哈。好。较早转来紧。好，去找你。阿峰啊，你是毋是搁咧炒香鱼啊？愈来愈无乖哦。你哦，若想无乖哦，阿娘是会拍人哦。
袂用拍头，拍头就讲诶，无管阿娘叫阿婆。袂用拍头，你若无乖吼，阿娘就骂。唔好啦，你愈来愈去哦。后摆都爱听芳姨的话，无你看阿娘安怎甲你骂？什么人敢骂阿本啊？来，一手抱一个，抱袂赢啦，灵通啊！你看这囡仔，咱老母若咧骂哦，你就安尼停囡仔边啊，互你心情歹。什么人敢骂阿本？阿本上该乖着。来，小姐。灵通啊，囡仔大汉就爱教啦，若无迄囡仔是愈来愈动戆。啥人讲阿本戆？阿本哦是上该巧的囡仔对。对，阿爹带我去买转来，转来吼阿娘食一新瓜头滴滴，啊就袂问我阿饭啊。哦。阿娘，为什么我别叫伊阿爹叫2年呢？你哪有这个问题？阿饭啊，这是谁甲你教？你哪安尼问？你唔甲我讲，安尼以后我就叫伊囝叫你阿爹咯。我知影，阿娘是管阿爹的，阿爹是疼梦的。哇，我也是做囝较好。对啦，阿爹哦，带你出来买糖啊，好唔？哦，你安尼问题灵通啊，会死啊！灵通啊，囡仔细时毋通个食伤济啦。看恁爸仔囝哦，实在有影拢同款啦，当毋知是故意还是讲。哎哟，阿蹦啊，才无咧讲呢，出头偌济哦。你看伊个头壳遐细粒，吼，来你毋知你是毋是？这两个爸仔囝是讲哦，恁阿公仔内底是讲哦，我才唔惊咧。你无听人伫咧讲哦，迄天公是疼戆人啦，啊戆人有戆福啦，而且迄日子戆戆啊过，偌快活咧。对对呢，像你即摆吼嘛过得真好啊，囝有啊，而且大家生理搁一直好起来，后摆吼生理会搁较好。即个单家生理，我是毋免烦恼啊。啊，毋过吼，我真烦恼一个人呢。他迄个人啊，年岁也袂少啊，啊，毋知安怎甲当拢嫁袂出去。哎哟，遐尼敖景，俗语伫咧讲啊，迄景啊景吼，会去见到一个袂灵景哦。哟，啊，他即个是啥哈？啊，知，都迄个嫁袂出去迄个咧。爸，即个代志，也毋是咧假啊，咱毋得爱互伊安尼。自然啊，自然。爹，我出来食饱饭，你要真济，互我食好无？好食物件嘛，免逐工食，食久嘛是会烂啊。对啦，我逐工食嘛是会袂酸啊。你这个囡仔。啊，爹，我要吃啦！阿笨，阿爹带你入来内底拜拜了后，出来再买互你好唔？你讲的哦，你讲的哦。好啦，来，进来。妈祖在上，信士陈明通深深甲你恳求，请你保佑我的家后身体健康，我的囝活泼可爱。我做无你好，我名叫阿饭啊。不过我袂讲，我是阮阿爹阿娘的囝，我会友好伊，希望伊莫拍我骂我，多谢。带囡仔来拜拜，这种人应该叫我来拜。对啦，以后我会定定来。心中有佛道行善，积善之人必有福。讲得真好，多谢你的鼓励。凡是爸仔囝遮尔啊，我感觉真荣幸。阿饭，你无去阿吃？乖。阿姐，我阿爹要带我去吃肉粽，你要去无？最好食哦。阿姐即摆无去，连讲啊，阿姐要真侪肉粽好食，好无？好。你有欢喜无？我最欢喜，奶奶搞出境。搞出境。安尼。
没陪我。袂啦，啊这边来一片。阿蹦，咱来等。我哪等啊？厝内底的人吼，生意又搁好，我看即个计划风行永远袂成功。交给。阿爹无伫厝的时阵，爱听阿娘甲米芳阿姨的话，知影？知。你若有乖吼，我转来买足钱物件转来互你的。啊，安尼才有乖。啊，来，阿龙看好势未？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是吧？来，对手，哎，下面来。林通，哎，我这边处理吼，3、5天就倒转来啦。啊，你安尼叫甲面有面甲，敢若袂输我这边处理无要倒转来共款。林通，你是咧讲啥话啦？他讲啊，这落话有够歹结掉，我听到心肝头皮薄菜哦。放心啦，我这边处理收效，上过3、5天就倒转来，甲较早共款啊。对啦，连通啊，叫你放心做。你若要伫个吼，我来店里看头看尾啦，吼。嘿啦，你放心啦，咱家己人你免烦恼啦。林通啊，上若收咧，就赶紧转来，你毋通互我甲囡仔踮咧厝诶猫看。知影啦，啊这边少若收转来了后吼，都安那要过年啊咧。我甲你买几领较水诶衫，今年互你过一个好年。啊，搁有，甲阿蹦包一个大红包安尼好。有欢喜无？来，家爹斟一个。爹，你爱较早转来哦。哦，叫会记你要叫阿爹较早转来。哦，乖。无时间无早，无我好来去啊。来，好少爷，你较保重的哦。林通啊，你毋通伤忝咧。安尼。林通啊，知啦。路若伤风，就笑一台车坐嘛。哦，知啦。啊，恁同期今仔是安怎？咱安尼闹得滚滚啦，哈？面头，你要搁出门去收拾？对啦，林通啊，你著会记得迄，若收，讲较袂记咧。林通，这是安尼的手尾，伊讲伫王爷公遐刻的，这会保庇你平安啊。美满的家庭路，人心善，鸳鸯相随哦，那新鲜啊的。阿时啊，看到面照变，予伊性命来归西天，先大财产也现拄现，后得少年哦，是当然啊的。这款的奸诈做一定，一切是环境来造成。嘿，少年嘞，你咧叫我是？嘿啦，赶路吼，唔通赶到遐急啦。来，来一间物件吼啊，休困一下啦，要赶路才赶到啦。多谢，我咧赶时间啦。多谢吼。喂，哎呦，少年嘞，赶路吼，唔通赶到遐急啦。哦，我知，一定吼，只有这少年水某咧等你，对无？哎呀，来，再看物件。免啦，多谢，我开始咧赶时间，多谢。无，哦，听你的口音，不下来哦。你就啥啦？物件收啦，再等下哦，左半路靠盘啦，哦，啊，你靠盘啦。啊，对，你这，你坐，啊，快点来，我，你坐，随后，哈，啊，进来啦。啊，对啦，你不下来个，你收下哦。嘿啦，出来办一个代志。哦，地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金到天光。风为何
何这呢酸？命为何这呢长？精神啊！啊那无穿衫啦，无穿衫会寒着呢。来，乖，穿衫来。阿芬啊，乖哦，今仔日吼，阿娘爱去外庄收孝哦。你一个人伫咧厝的吼，唔通吵芳姨哦。你若吵芳姨，就无乖，有听无？好啊，阿爹呢？就是敢无看到伊啊？阿爹去做生意啊！阿爹都爱做生意，毋才会趁钱。阿爹若趁真侪钱吼，过年啊会甲阿芬啊买足侪水衫裤的哦，还佫有哦，佫会甲阿芬啊买铁佗面啊，买阿芬爱食啊。阿娘，阿爹买啥物件互我？迄着看我的乖囝爱啥物物件哦。啊，对啊，阿芬啊毋是上爱食肉粽啦，佫爱铁佗风吹啦。到时阵吼，阿爹会甲阿芬啊买肉粽、风吹，安尼乖囝有欢喜无？我就欢喜。乖，听话哦，今仔日绝对爱听芳姨的话哦。好，袂用吵哦。好，乖囝，安尼毋叫乖。哦，少年诶，你实在了不起哦！啊，只要少年哦，才拍拼来做头路，你后摆会成功。嘿，多谢啦，多谢你夸奖。哎呦，你啦，较乌人的啦。哎呦，规工无代志做，你后摆哦无路用啦，无路用啦。知啊，大哎，少年啊，你行遮久哦，啊，我唔知你叫啥名嘞？嘿，小事细谈叫陈明通啦。安尼就是你啊！我安怎？你去死啊！我想要去放风吹，芳姨不要给我做风吹。阿芬啊，你搁咧吵芳姨啊吼？你是愈来愈无乖呢。你安尼一汉仔囝，你哪会晓放风吹？唔准你出去，入去内底。我要放风吹啦！哎呦，你小囡仔，即马这个糊涂啊！怎互恁老爸想歹？大家人无你出去，你就踮咧涂骹喏。好啦，你后摆看你搞安尼无？你看你，不靠。好啦，小囡仔，你看你，拢无去听人话，你过来，拍吼。你放诶，哈？啊，去我因店诶送一本小谱来。我放在桌顶呢，我拄好想要小婆啊，系啊，下昼送来，我就拄才放在遮呢。小奶奶，伫你的手里。我吼，敢若有这个囡仔安尼，规工一直吵一直翻，烦啊！我一个头路通吵。阿芳啊，去呀，安尼欢喜嘞，较乖好去。阿娘，你莫生气啦，我莫吵了啦。阿婆搁细汉，莫放风吹啊。乖囝，乖啊！安尼嘛是不应该，甲我的乖囝讲话遐尼大声。是的，阿娘对不住你。小奶奶，我看吼，你可能是伤忝啦。嘛毋是真忝，我毋知安怎感觉，目睭尾皮皮喘，心肝头皮薄菜，精神袂集中，
这哦，这就表示讲恁这对翁仔某真恩爱。你也咧想少爷，啊少爷嘛伫咧想你啊。美芳，敢会免同意？小奶奶，你莫后白乱想哦。少爷伊无可能有代志的，伊明仔载就转来。你的心情哦，一定要放互伊安尼自然啊，自然哦。好，你咧帮我做一个，你也是个小奶奶帮啊，是要安怎？爹，你为什么不爱跟我讲话？阿爹，不就乖，无叫你生气。你跟我乖，等下要好食物件给我，还要真济真济。小爷，冰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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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袂用死，你绝对袂来死。我咧伫咧长沙，来到这地，你安尼算讲是报你的亲人，你绝对袂来死，你绝对袂来死，冰通，你绝对袂来离开我。冰通。看伊遮尔那伤心，应该不是伊会动手接到的。冰通，冰通，你若不爱气行，冰通，冰通。你是要个死的咋？小奶奶，小爷。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别动！
已经几来感冒吃物件，你安尼身体要人扛袂起。你别来恁食一点仔物件好无？无你体者休困嘛好。外口风遮尔透，万一你若是感着要安怎？小奶奶，你莫安尼啦！我未爸看你安尼，我心肝足艰苦。你放我较开啊无？日子嘛是爱过啊。一个遐尼善良的人，是安怎天公伯？互伊放路放紧。小奶奶，即马官府已经咧调查死去的原因，你莫烦恼啦，好无？你会较坚强的，小奶奶。永通是冤枉死的。是安怎即马歌厅还阁查无消息？明通是谁甲你害？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